随着国境的开放，国内疫情渐渐啊解封，市府观光旅游局推动新南向旅游导览员的培训，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总共有21位的学员，包括15位的越南以及6位的印尼籍。日前举行结婚典礼，由观光旅游局副局长林国华一一来受证。感谢我们21位的新生力军加入我们台南观光的这个团队，那你们就是我们的左右手，因为我们人力不足，或者是语言上能力的限制，也要透过各位的帮忙，才能把台南的观光，尤其是南向来的朋友的这个好朋友，这个服务的周到了，这个完全。那在此代表市长黄伟哲跟我们郭局长，代表他们2位来跟各位感谢。把协办的任务呢，对我们的信任，把协办的任务呢交给我们学会来办，这边呢非常感谢。那么当然呢，这中间有很多讲师，还有工作同仁，以及呢我们学员们，大家都牺牲礼拜6的时间，整6个礼拜嘛牺牲整个礼拜6的时间呢，来研习这样的课程，非常不简单。今天呢做一个结束，也恭喜各位呢拿到这样的一个证书。这届的培训课程由市府观光旅游局委托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来办理。课程的宗旨主要发挥新住民多元的文化加语言的优势。培训的对象是新住民加伊的子女，或者是外籍学生加外籍工作者等，希望能够借此培养加旅客沟通的良好观光服务人才。吸引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到台南观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